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来是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有2个警察甲确诊者食饭，因服务的警察局嘛展开消毒，指挥中心宣布暴力汤圆病院群组感染危机解除。劳动基金案台北地检署起诉劳动部的组长尤乃文甲12个投信高层，检察官嘛建议法官判重刑。印度的喜马拉雅山的冰河初7放起，目前造成至少9个人死亡，超过140个人失踪。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无新增加新的本土病例哦。有一个20多岁对英国回国的台湾人，伫9月期末自主健康管理的期间确诊。指挥中心嘛宣布讲，暴力汤圆病院扩大体检提清零计划，检查结果全部拢是阴性哦。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咱已经取得20万剂阿斯特捷利康的疫苗，上近2月底会使交货，3月就会使开始注入。那么来听指挥官陈时中上盖新的说明。那今天我们宣布有1例新增的境外移入的病例那从英国入境，本国籍20多岁女性。那去年2月到英国工作，那有接触确诊的个案，那入境迄今无疑似的症状。那血清采检的1759人，现在已经采了1224人，那已经有采检的大概到3231人那有那3231人都是阴性的那没有新发现咱再来看高雄传出有2个警察伫顶个月底，捌甲一个国外返来到台湾已经伫厝检疫完成的朋友做伙食饭，因为这朋友要搁去美国工作，所以自费去病院采检，煞伫这个月初6验出阳性。这2个警察嘛伫初6开始伫厝隔离，目前所有的接触者采检的结果拢是无获到。高雄市警察局嘛赶紧伫这2个警察服务的单位消毒。指挥中心顶日咧咧做一个确诊者疫调的时阵，发现有2个高雄市的警察，捌伫咧1月底甲确诊者做伙食饭，目前已经互扣咧做居家隔离的人。消息一个出来，嘛互高雄市警察局赶紧甲这个警察上班的所在做大消毒。我们确认了他们同桌吃饭，而且是在私人的场所，并不是所谓的开放的营业空间，所以这一部分也特别声明，这个在整个医疗过程当中，一旦有扩散风险的状况之下，我们一定会主动公布。那本案是没有扩散风险的状况。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资料，这个确诊者伫1月7日回国的时阵，有摕采检阴性的报告，居家检疫的期间嘛无症状。居家检疫结束了后，2月开始上班。1月底伫咧高雄甲亲戚朋友食饭，因为了后就要去美国做工课。这个月初是自费做采检，初6确诊。就要过年啊，民众看到消息嘛讲会更加注意防疫。就是可能在南部这边，可能也会开始有这种疫情的状况出现，所以可能也要多加留意。可能封闭的地方不去，然后在春节期间尽可能也不要出游。包括2个警察等等相关的接触者，初6头一届采检拢是阴性，等2月中完成隔离了后，会搁采检1届。加上确诊者除了食饭，出门拢有挂喙罨。高雄市卫生局判断，传染的风险无大，嘛请民众免伤过头惊吓。记者综合报道。对1月12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暴力汤圆病院有头1个医生去挖着病，到昨为止拢总增加20个人挖着病。昨中央嘛宣布讲，暴力汤圆病院病人填健保卡取消注记，病院个社区2个扩大体检的清零计划嘛已经完成，全部拢是阴性。目前病院群组感染的危机已经解除。桃园疫情危机解除。桃园市长郑文灿初8早起主持防疫会议表示，中央宣布步入桃园病院病人的健保卡取消分段的注记，代表风险解除。步入桃园病院甲社区2个清零计划拢同步完成，采检的结果全部拢是阴性。这一次的20个确诊个案都可以追溯到感染源，那基因的定序都是一样的，而且都是在我们居隔的范围内，所以这个防火墙的这个扩大的政策是对的。郑文灿表示，台湾是精准防疫，桃园是精准防疫2.0版，把上大可能的范围扩大落来，避免社区传播链的风险。嘛讲桃园唔是疫区，在防疫安全之下，会当正常做工课、生活、买物件、旅游，也有拜访朋友。有没有安心一点？有。那来这边看诊会不会排很久？
不会哈，现在都没什么人就对了。对。过去要等很久哦，现在的话就是大家可能还是会怕，所以人潮目前没有以前的大，所以医生们都很专业。郑文灿强调讲，通航是安全的，暗号908已经14天，风险期已经过啊，嘛代表上尾公布的行踪大溪老街已经安全，欢迎大家来通航佚佗。记者综合报道。保利桃园病院关注感染的事件暂时结束，也毋过有感染科医师是认为爱搁观察2礼拜，才知影到底社区敢有潜在的病毒。医师嘛建议讲，中央应该互病院愈较侪骹手，才有法度会使落实分层分流。因为目前看起来，病院的骹手佮物资拢无解到。波头原来感染规期解除了后，要伫年后慢慢恢复运转。感染科医师表示，这一摆群组事件显示真正无够分层分流歹落实，未来一定要互病院充足精力。而且病院虽然已经做清零计划，啊，不过这一摆感染者真侪拢伫确诊进前去过社区，估算爱过观察2礼拜，才能确保社区的安全。布头的风险是明显降低，没错哈，不过还是要再观察2个礼拜左右，到过年以后，如果桃园附近没有出现新冠肺炎的病人的话，大概这一波就告一段落了。医师表示，春节前后，台湾社区拢毋是100%安全，民众年节出去佚佗，一定要搁来洗手、挂喙安，避免留伫人济所在。另外，针对 AZ 疫苗伫南非做临床试验，所出现针对变种病毒有保护力无够问题，互南非政府宣布暂停来自。感染科医师认为，在多方面进行观察。不一定就完全能够归因在一个变种病毒上面，因为我们以前的不同的疫苗试验在不同的国家，本来就会有效力好跟不好的一个结果。像轮状病毒疫苗，在欧美国家90%、80%的保护效果，到了一个低收入国家，它的效果就40%。它的效果可能会降1半左右。因为台湾上先摕到的也是 AZ 疫苗，所以 AZ 疫苗保护力真受民众关心。目前国际上也有研究 ，AZ 疫苗伫2剂做的时间久长了后，保护力会提悬。感染科医师认为，因为台湾毋是疫情严重的地区，但是最后确定2剂做的时间未久长到12礼拜，也未有伤过大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台北地检署侦办劳动基金这案，今仔依照贪污治罪条例，佮违反政教法定罪起诉前劳动部劳金局的国内投资组的组长尤乃文，甲保家资产执行长唐楚烈，佮有投信高层，拢总12个人。其中检察官是认为尤乃文的态度是真歹，所以建议法官判伊重刑。前劳动部劳金局国内投资组组长尤乃文涉嫌收红包，这是劳动基金的大粗券商炒作股票，进前遭受羁押。在2年前，检方将专案侦查终结，起诉尤乃文、保家资产执行长唐楚烈、投资副总刘敬贤，也佮有福华、统一以及坤益这些投信高层，拢总12人。检方阁批评尤乃文担任劳金局重要的职务，无保持清廉操守，乱用权力为家己。另尤姓被告位居劳动基金运用局之要职，对内霸凌下属，对外仗势滥权，且犯后仍多方誓词狡辩，请予从重量刑。检方发现尤乃文涉嫌指示福华统一坤益这的基金大作业者，利用劳动基金进场，关价要进100把股票，有关股价，帮助保家资产加权投资，会当出脱持股，套利达到4亿5千万，同款完了互检方见请判较重刑。唐姓及邱姓被告为投资公司之高阶经理人及管理人，竟妄图借由不法手段谋取私人利益，法治观念甚为薄弱，均请从重量刑。这边劳动基金陆续进场，达到上亿，包括着卖出也甲持有中的这个股票，拢总了至少上1000万。不过保家资产为头到尾所付出的成本，却是甘拿付1场6万的这个产业。劳动部是伫去年9月份接到检举，当时尤乃文要求伊的下属以相对较悬的这个股价，搁买进1倍。不过下属以较低的股票买进的手法操作，却是互尤乃文来骂。
所来个违反着规定，亲身向基金业者落单。即马由内门顶人利用劳工会馆钱炒股这个不法作为，宣布被公开，去互人起诉了后，将依审法院裁定是毋是继续羁押。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伫过年期间，台北市防疫旅馆的订房只剩2成，若是退出了，搁再加做，一般旅馆冇可能会经营袂落去。台北市的副市长黄珊珊今仔就表示，这爱看业者家己对市场的评估，防疫旅馆嘛是够有需要。防疫旅馆进场比较困难，退场是随时都可以，所以其实要看业者他们自己的对市场的一些评估。那现在因为边境管制的关系啊，但是目前为止又是1人1户，一人一间，那其实对防疫旅馆的需求还是存在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不是我们来决定市场，而是市场决定市场。黄珊珊是表示，对陈政府来讲，上重要的是保证每一间防疫旅馆拢安全，业者要进场还是要退场，市政府的态度就是严格审查甲尊重哦。目前为止，大部分的旅馆嘛是个愿意来加做防疫旅馆的原因，嘛是因为讲更有需要。一般的旅馆哦，就爱看国民旅游需要的量咯。咱再来看，台中市政府利用过年的前2天，替全市的客停车来消毒，消毒刷会来发认证的大纸，希望民众会使坐了安心哦。伫过年期间，台中市交通局嘛拢有安排值班的人员，和客停车司机会使摕到免费的消毒药水来加强防疫。计程车一台接着一台排队，大家拢等要进行规车的大消毒，不管车内也是后车厢，消毒人员拢详细喷消毒药剂。台中市政府因应过年期间民众对计程车的需求可能增加，伫咧春节前2天，针对全市8000多台计程车进行大消毒，希望让民众会使坐了安心。在今天跟明天连续2天，我们进行本市8500台的计程车大消毒哈。那只要一经我们市政府在这边消毒完成，我们就会贴上本车已消毒的这样一个贴纸。那我们的乘客，那大家可以安心的搭乘。如果都有消毒过的话，其实对我们民众来讲，要搭乘上也会比较安心，也比较愿意去搭，也比较敢搭。台中市政府替计程车进行大消毒，计程车司机认为安尼真好，完成消毒也可以带上本车已经消毒的认证大纸，方便民众来辨识。不过伊嘛表示，其实平常每2到3点钟，一定拢会主动消毒一届，比公路总局规定的每6点钟消毒更加认真。甚至有司机伫咧每一个人客落车了后，都会进行消毒。那是为了保护人客，嘛是要保护家己。运输业的话，就是要经常做消毒那乘客，因为我们每天载的乘客都不一样那勤做消毒的话，那乘客坐的也会乘坐会比较有信心。车内的话，就是他一下车以后，我就先停路边，门把像说这有碰到的有没有？这个我的门把在这里，触控萤幕，然后这一边这个我会喷。今年台中市交通局伫咧过年期间，每天拢安排值班人员上班。只要计程车司机需要消毒水，拢会使到交通局来领。另外，伫咧过年期间，嘛提供计程车司机每天1片喙烟，要互大家拢做好防疫，安心过年。记者台中综合报道。顶个月寒流结束，对正月16开始就无强烈北风哦，西半部拢无什么风，嘛造成中国大陆沿海的空气污染来到台湾，所以中南部的空气品质是真歹。台南市环保局是认为，今年空气污染扩散的条件是真歹，所以呼吁民众为了防疫，嘛为了空气品质，出门尽量挂喙烟。最近台湾西南部空气品质歹，民众透早起床对窗仔门看出去拢是雾雾雾，行伫嘉义市的街仔路，小看较远的厝就看袂啥清楚。空气污染严重，甲影响着视线，民众出门运动翕相，背景美丽花蕊拢予雾砸掉咧。应该说是朦胧雨。今天早上一大清早就浓雾就相当多。但是小孩子他们眼睛都会很不舒服。像我有过敏啊，就会开始过敏的严重这样。眼睛会不舒服？会眼睛会不舒服。对。那嘉义空气品质监测网显示，早起10点左右就达到红灯的境界。中南部是占大部分，包括彰化、云林、嘉义、台南、甲高雄拢真严重。
其中上界严重是台南 ，AQI 指数达到163。规个台南除了生活的空气品质是柑仔色灯号以外，其他5个测站拢是红灯。污染主要的原因就是污染物消透袂出去。那东风场域的时候，对嘉南的平原，尤其是台南市的扩散条件是更为不利，它容易让污染物累积，造成一些污染的一些浓度偏高的一些情形。针对空气品质不好，台南市环保局连续18天启动下局处的应变小组，继续执行污染源的管制，包括要求51间工厂自主降载减产，23位的用电工厂插销，停止使用的制造污染的器具。也若是环保署预估，西部的整体空气品质要等到2月初10方面来落雨了后，才会当改善。记者综合报道。针对中南部的空气品质真歹，早起苏卫生医师嘛开记者会指出讲，空气污染会影响到青少年脑部的发育，所以应该提早来预防。环保署早起嘛出面来说明讲，空气污染是要安怎来应变。中南部空气品质继续无好，下早10点外，又搁有30个测站来到红色警示的等级。医生苏卫所举行记者会指出，中南部的青少年若长期伫 PM2.5浓度较悬的环境内底，长期落来就惊会影响到脑部的发育。必须要采取预防的原则。孩子跟青少年是发育中的大脑，更有必要被保护在一个比较干净的空气里面。这波空污维持几6天，让中南部的民众特别有感觉。气象局指出，这段期间，台湾的正天顶一直存在一个细高气压，让天气更较稳定，造成逆温层更较往地面压落去，地面的空气上下混合的空间非常小，这种气象条件并无定看到。那通常在这个季节，气候平均上，就是说我们的中南部混合层高度可能是800到1000米左右。那最近我们常常量到的是400、200，甚至曾经有一天低到100而已啊。基本上就是地面的污染，没有地方可以垂直扩散。会知影环保署邀请气象局、台电等单位说明空污应变的作为，指出这段期间小团机组一直咧降载，减少发电有7成这么多。其中南口电厂嘛第一届来配合降载，其他污染大户嘛配合减排。像比如说中钢，如果有不良的时候，高雄市政府就会要求中钢也要降载。环保署预估中南部空品要到10号上年夜了后才会改善，但初一开始天气的条件搁恢复吹皮走的状况，会变成柑仔色的提醒。初4到初6，局部地区又搁有可能达到红色警示，民众要多注意。记者林夏基文台北报道。来看一名陆军的阿兵哥陈主导，今年26岁哦，伊伫5年前落部队的第6天就发生意外去伤着脑，变做是重度的残障。法院判军方必须要搁赔1070万，也毋过陆军不好提出上诉，加上嘛质疑军方的处理哦，所以决定要家己向法院来提出告诉，为你后生讨回公道。赶快就好了。你还要说什么？谢谢你们。还有呢？还有什么？讲话无清楚，面顶悬也有一道真明显的伤痕。今年26岁陈主导被病院判定大脑严重受损，出现严重失智，生活无法度自理。陈主导报考陆军专科学校，分发特战指挥部。5年前下部队才6天，听从长官的指示，换单数突击吊桥的锁仔，结果锁仔断去，骨轮拍到头部，让陈主导身受重伤。后悔前程就安尼乌有去。针对他未来的康复问题，忧心忡忡。我们现在目前也针对这个问题，相关单位对我们的请求，叫我们循法律途径解决。但爸爸这期，这个吊索有特殊的规格，应承受成年10人的重量。不过长期的锁仔却显示，材质甲市面上所卖童军锁仔是同款的，因为军方无标准作业证书，要求提供保存、采购、验收甲保养记录。不过奇怪是，这资料竟然全部放弃，即比军方包庇采购人员可能贪污渎职。营长的违法指挥，以及郑姓士官长的恣意妄为，第一时间将陈姓士官送到国军医院救治。那现在还是由这个医院在悉心
医疗照顾当中。涉案的县地士官长被依照缉捕过失伤害罪起诉，判刑6个月。另外，法院判决陆军司令部爱国赔1070多万。啊，不过陆军不服提出上诉，但爸爸就说要为后生讨公道，因为军方采购出现问题，决定提出自诉。陆军回应尊重家属规定，后续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香港一个网络电台主持人杰斯，昨又搁互香港的警方抓起来哦。杰斯伫去年2月份，因为参加反送中运动，有人指控讲伊支持要偷渡来台湾的少年人，嘛互指控讲洗钱佮资助分裂国家顶罪哦。也毋过后来有交保，即届哦又搁互抓起来，今仔会开庭来审理。話NCC 今次嗰個處理其實係有好多嘅缺陷喺嗰度，因為譬如話你好難去即係喺嗰啲種種嘅理由嗰度咧，你可以放諸四海，你可以 ban 埋其他嗰啲電視台都得啦。譬如東香港網絡電台主持人傑斯，去年11月底了後，就無閣出現主持，因為去年11月2日，伊方指控涉嫌洗黑錢、甲資助分裂國家等等嘅罪，伊甲因牽手，抑閣有助理等等3個人去予警方拘捕。迄當陣，傑斯抑閣透過個人的人面冊發文講，伊家己是因為發起1000個父母台灣助學嘅計劃去予警方拘捕。1000個爸媽台灣助學計劃，目前就有一班我哋香港嘅年青人，我哋叫做手足，佢哋就喺台灣。這是傑斯去年2月份喺網絡發起嘅活動，希望集合1000個家長，一個人1年捐款2500塊嘅港票，差不多是台票9000塊。目的是要協助受到反送中抗爭影響嘅香港青年，喺台灣求學嘅學費抑閣有生活費，而且甲因鬥找較大嘅家庭。雖然3個人後來有得到保釋，不過這個月初7，閣一屆防指控有做出煽動意圖的作為罪。傑斯的人面冊目前已經關起來 ，YouTube 頻道的影片嘛全部攏摕落來。香港前立法會議員林道定表示，這顯示香港政府針對相關的人士一直攏歪幫印刷。到目前為止咧，我哋都未知道呢個所謂嘅作出具煽動意圖嘅行為咧，係講緊乜嘢嚇？佢話有4條嘅，我相信係。最少係有4個言論或者文章嚇，佢哋係對阿傑斯作呢個檢控。包括傑斯在內，這個事件目前攏總拘捕6個人，按算初八佇西九龍裁判處來審理。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印度喜馬拉雅山的冰河，初7放棄哦，冰落落去河川造成的大流，甲印度一座水壩沖歹去，附近的橋佮道路嘛攏放棄哦，目前造成至少9個人死亡，超過140個人失蹤。救援人員將陷在落雨梅當中的受困者出來救起來，啊，不過這族人閣以真憾失去平衡的動作倒入去。冰河放棄的時陣，伊拄甲其他11個工作人員佇倒入更加發電廠棚坑內底施工，12個工作人員最後攏互人救出來。बहुत सारे पता नहीं चल पा रहा है कि लोग कोई टनल के अंदर शायद वो कर रहे हुए。喜馬拉雅山蘭達維德冰川初7向東去，引起阿勒格嫩達河甲倒入更加河大水，衝破印度境內水利發電大壩，路橋攏被沖下去，佮繼續衝向河道邊嘅傳路。जैसे ही 5 मिनट बाद ऐसा ही मंजर आया जैसे कोई बॉलीवुड का मूवी का 50-60-100 लोग ऐसे भागे लेकिन नहीं बच पाए वो सीधा नदी में समा गए और आपदा में समा गए। 大水造成死傷失蹤，印度政府初8展開搜救。देखिए अनुमान के तहत मिसिंग 125 के आसपास हो सकते हैं, ज़्यादा भी हो सकते हैं क्योंकि अभी जो कंपनी के लोग हैं वो भी अभी कुछ बता पाने में एकदम अभी सब लोग रेस्क्यू में लगे हुए हैं。阿勒格嫩達河的里斯干納水利發電廠被毀，倒里更加發電廠受損，附近村民已經撤離。公司新聞黃雲林報道。來看南非金山大學一份針對2000個人所做的研究，顯示講阿斯特捷利康的疫苗對輕度和中度胃着武漢肺炎南非變種病毒的病人哦，只有上低程度的保護力。所以南非政府伫昨就宣布講，做這款疫苗的計劃先暫停。南非的新冠確診病例為去年11月開始，9成攏是南非變種病毒株，而且差不多攏是輕症或者是中度症狀。
南非金山大学以2000多名平均年岁31岁少年健康的主管者所做的研究指出，英国药厂阿斯特捷利康甲牛津大学研发的疫苗，对变种病毒只有上佳程度的保护力。南非卫生部长穆斯奇初次宣布暂停牛津阿斯特捷利康疫苗的注射计划，但科学家进一步建议，当时政府要提供交生甲辉瑞生产的疫苗，按照原定计划，予医护人员乘住。And we are uncertain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vaccine that it will have on hospitalization, severe diseases, and death. Excuse me. This means that what we will take from Professor Shabir Madhi is that some more work needs to be done on this issue, because the results from other countries have been quite satisfactory, but there are issues in South Africa that we need to study a bit more. So 另外一种变种病毒的发源地英国，当局计划要伫2月15日前完成总数1500万人4大优先注射对象的第一期注射计划，到7月为止已经有1200多万人来注。按照目前的速度，到时阵注射人数应该会有1600万人。虽然逐天新增加确诊病例数有较少的现象，不过数字也是真悬。7有15845件确诊病例数。为服务不方便出门民众，英国国家健保服务 NHS 派出医生亲身到厝内为民众注疫苗。根据皇家加医科学会所发表一份报告指出，英国的防疫注射计划有真大实行。到目前为止，9成1注疫苗拢是白人，亚洲的背景只有5%，非洲的只有2%。文化甲宗教信仰被认为是影响少数族裔对疫苗有怀疑态度的原因之一。疫苗大臣查哈维7伫问到是毋是要做疫苗护照问题时阵，就以可能会造成歧视为理由排除这个选项。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再来看荷兰跟德国部分所在，正因为落大雪，交通中断，武汉肺炎病毒的体检嘛只好暂停。这场暴风雪，英国嘛受到影响，做疫苗的所在嘛拢先关起来咯。虽然气温真低，大人甲囡仔要是去户外耍雪。荷兰伫初7出现10年来头一届真有威力的暴风雪，当局发布真罕见红色的警戒。荷兰气象网站卫浴表示，拜六礼拜半暝风真头搁落雪，这代表暴风雪来啊！根据荷兰 NOS 广播公司的报道，真侪所在积雪5公分至10公分，还佫有部分的所在积雪30公分。法新社报道，荷兰会有10天的时间伫咧摄氏零下的低温。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几10个航班取消或者是慢分。荷兰南部艾恩德霍芬机场所有航班取消。阿姆斯特丹的电车因为积雪暂停营运，铁路所有服务拢冻点，包括去德国的车帮。伫德国，包括汉堡和挪威之间等等往回几个城市的火车的车帮拢取消，部分的车路积雪30公分。巴莱因西法利亚邦的车路去互真高的雪规个封掉咧，发生几百件交通的意外，部分的高速公路嘛去互警方封起来。Dann sieht das Ganze schon ein bisschen problematischer aus, ja. Wenn das richtig fest und schwer wird, dann wird es ein Problem auf den Dächern nachher. Dann werden wir mal gucken. Corona-bedingt bin ich ja glücklicherweise im Homeoffice einquartiert, daher ist das für uns jetzt eher ein erheiterndes Spektakel. 这届暴风雪是为俄罗斯甲欧洲东部的冷空气寄过来，荷兰气象专家甲合作打死风暴。英国嘛同款，交通运输受到影响，几件危险的路况通报，部分地区注疫苗的中心嘛叫关起来，有的甚至未附大公告。官方已经针对英格兰东部，还有苏格兰等等几个城镇，包括伦敦在内发出黄色的警戒。美国犹他州发生猝死意外，伫米尔克里克的山坎，有8个猝死的人拄着雪崩去，其中4个人有救出来，另外4个人不幸死亡。搜救人员目前当伫代志发生的地点附近，敲找敢有其他同款拄着雪崩去意外的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台湾股市顶礼拜5宏观收伫15802点，创历史新高。今仔早起，总统蔡英文嘛前往证交所实查，这嘛是史上头一遍有总统亲身到证交所。总统强调讲，因为台湾的疫情有收调的，所以经济颠倒成长哦。牛年要到咯，总统嘛希望台股的股市嘛到咯。去年一整年，在全民团结防疫下，台湾的经济逆势成长。资本市场也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在牛年开始之前，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牛市已经
先到来了。这是史上头一遍总统亲身到证交所，目前股市的市场价值超过52条，总统嘛五望牛年股市继续冲。证交所的董事长嘛讲哦，股市伫15802点封关，创下历史新高。伊认为台湾股市的基本面是真好，去年证交所扣的税有1578亿，嘛是历史的新高。再来看台湾陪审团协会今仔公布，民众针对司法院处理前江挺会委员长节目金案的民调哦，有将近6成内民众是认为法官奉请食饭还是收红包、收礼物，应该是真普遍的现象。嘛有将近8成的民众对司法院的处理方式并无满意。最高行政法院院长郭明宏带头读誓词，在总统蔡英文主持之下完成宣誓仪式。蔡总统也向新任官员致意。不过，因为郭明宏是蔡总统的表姊夫，也引起台湾陪审团协会批评，这是引发宪政崩坏的危机。加上最近爆发赵无轻的案件，听起结果阁引起各界讨论。台湾陪审团协会这公民团体特别公布一份民调结果。强调有6成5的民众认为赵无轻案件并是单一的事件，是司法体系普遍的现象。将近8成民众无满意司法院的听解结果，对司法的信赖度各降到3成左右，创历史新低。以前只要发生问题，那么司法都会跟我们讲说这是单一事件，单一事件。那现在还能讲这是单一事件吗？我们发现这是个系统性的事件了。调查显示，民众对司法审判制度的信任崩盘，只有2成6的民众信任司法审判制度，3成1的民众相信法官应公平审判。批评司法制度已经失去社会大众的信任。社会国家一定要有一个正义，让人民有一个正义感，而不能说这个法官是可以被收买了。刚刚理事长也提到，我们今天做的民调，6、7成民意是认为说，法官被收买是普遍现象，这非常糟糕。永策会在这边呼吁，司法院应该要将本次就是这次丑闻里面的相关人士，迅速的调查完之后，移送检调单位进行相关责任的追究。台湾陪审团协会强调，民调显示4成民众认为，就算听解司法院长柯崇力依然爱是一道台，可见社会大众普遍对司法院的听解结果无满意。冲击政府的执政形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民党推动反内地公投人数，已经宣布讲第2阶段，阁无到1个月，就一定50万份的人数输了。国民党的主席江启臣嘛呼吁中选会说来唔通故意刁难。国民党说来阁有几件要罢免支持内地立委的行动。江启臣嘛讲目前是先以内地公投为主，罢免这代就尊重民意。请拉绳。国民党推动反内地的公投第2阶段的人数，1月份开始无到1个月，就达到50万的目标。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带领党部主管感谢民众的热烈回应，表示讲这是台湾民主侵华的陆战比。连叔叔唔乃是国民党的拍拼，嘛是蔡英文的专断加民进党的傲慢所造成的。这些民怨，也正是高高在上的民进党、高居庙堂之上的蔡英文总统，应该要谦卑倾听的声音。江启臣嘛勉励参加联署的志工，而且参加插队工课，要严格审查每一份联署书的正确性，而且做名单。预计1个月了后送到中选会，嘛呼吁中选会爱徛伫咧行政中立，赶紧审查，互公道成案，唔通甲案件卡掉咧，也是刁难。若无国民党已经准备反制来做应用。另外，中共董事长赵少康捌呼吁这波罢免了后，敢是会当停啊？应该先检讨选罢法。赵少康车白嘛背回，无讲要停止罢摇，还是删 Q。江启臣是表示，针对罢免案，国民党拢是尊重民意。当然，我们是以公投为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标。至于罢免，国民党一贯以来的态度，我们就是尊重民意，这是人民公民权的行使。即摆嘛传出江启臣去有立业点名讲要罢免，针对这件代志，江启臣回应讲，拄这个机动，地党真清楚知影讲，所谓的报复性罢免，到底什么人在介入，什么人在报复？若是民进党也是用政党对决、对立的态度来看待罢免，可能会误解民意，搁一该画下民进党全面执政，应该搁较谦虚。记者综合报道。
教育部目前咧筹备要做空灵大学公益党事推选小组，顶礼拜二有将近100名空灵大学教职员佮高教工会做回去教育部申请，因希望会使组织财团控制大学。过去一礼拜经过真侪届协商哦，推选的办法佮还未修正。教育部明仔载特别开推选小组的会议咯，所以今仔因再度到教育部去申请。临时收到空灵大学董事会推选小组要伫初九举行第一遍会议的消息，高教工会甲空灵大学老师紧急告到教育部抗议。我们的学生有3000多名，对于未来的一个经营绝对不是问题。可是教育部却希望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把我们学校卖给财团。工会指出，教育部所草拟的空灵大学董事会推选办法草案，头一届以董事群组，毋是董事个人来做招募对象。这使空灵新董事会为推选公益董事，变作是招募财团入主。顶礼拜日定情的时阵，教育部讲要撤案，结果并无撤销，讲要检讨推选小组的比例加正当性，嘛无检讨。所以普遍教育部雄雄讲要开会，好亲像是伫为财团伫开路。过去20年来，教育部已经接管了7间大专院校，从来都不是按照这一个推选作业要点内容来执行。康宁董事会的组成，教育部还是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去做处理，不会去图利个人的团体，甚至是财团。因为不满接受定情的高教司专委员詹新元，甲顶礼拜日伊的讲法拢同款，佮加上工会提出顶礼拜录影来质问，专委员挖头做伊走，现场都悠悠落落。因为推选小组会议要如期伫初九进行，工会要到行政院前抗议，要求苏贞昌院长出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伫面册顶头有真侪真趣味的 App 软体会使使用，也毋过要提醒大家，这可能会有资讯安全的风险。国安单位调查是发现讲，中国最近是真积极的开发这种应用软体哦，一寡个人的资讯都有可能会传到中国，所以使用就要特别细腻。思君不见。无论是后壁的名气想要搬杨贵妃，还是中年的查甫人要做女主角，想要变做经典电影，还是戏剧的角色，毋免真正参加演出，干那需要利用这个 app 就会当做角色。啊，毋过使用这种软体进前，大部分拢爱先绑定电子批箱、传相片，不离个这寡动作拢有治安的风险。人脸的资料跟你的个资做一些连接了之后，那最基本来讲，它第一个就是能够辨识出来，就是说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出现在某一些的地点换脸，或者是把你的脸的这个资讯去这个造假的这个影片，那这个也是有这样子可能的一些的这个应用。学者指出，这寡人面相片、电子批箱的资讯，有可能会去互盗用甲做手。要使用进前，会当先发设定内底，倒一寡资讯会当稳准使用。啊，若是最近真像的 Clubhouse， 是其中有使用到中国企业开发的声望技术，嘛，互外界质疑讲，敢是有治安的记录。抓取你的通讯录的资料之后呢，那他会用这个东西去判断，说你到底有哪一些朋友，然后呢，他会问你说你要不要寄邀请码给他。很多家公司都有用到他的这个声音传输的这个技术，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治安威胁？那这个可能当然还是要再做更进一步的判断。国安单位调查，中国最近这几年以来积极开发 AI 画面技术的应用程式，像讲 KN App， 伫咧认证的时阵必须进行面部辨识，相关资料敢有可能会传去中国的资料库，嘛继续引起注意。有立委呼吁相关部门必须谨慎预防中国 App 的红色渗透风险。对于手机 APP 有 NCC， 它会去做检测；对于一般的 APP 是有经济部这边会去做检测。属于中国的这种 APP， 那在政府机关是不能用的。原则上，我们不能去限制说民众你可以用或不能用，我们会多去宣导，这些都有它的一些治安疑虑。现在指出，公务机关禁止使用中国开发的手机软体，有记录的个人手机嘛无法度来连接公务环境。啊，若是即卖治安检测分散伫咧各部会，确实需要整理。目前规划新设的数位发展部，得整合这寡业务，希望相关草案会当伫咧新会期送去立法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的日出螃蟹大道第一阶段的工程已经完工，县政府嘛暗示讲伫过年之前要先开放民众使用。也毋过有部分的路段路边的悬架架哦差要40公分，有民众是认为讲安尼上过危险咯。
花莲进出乡下大道的东边。县府按算过年进前要先开放，互民众来使用。不过，伫福建街到南京街的路段，因为地下暗拱比车路还佫较悬，地势两边的车路悬低敢差40公分，这部分的工程要安怎处理？两侧住宅地势是比较低的，那可能过了南京街以后，这个路段就大概比较不会这样子。那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民宅地势低洼的这个情况，所以目前的这个倾斜的情况是没有办法改变呐。针对县府这个讲法，附近的民众拢真无奈，强调讲这逐工拢有小规模的车祸，或者是骑乌托邦的人跋倒，希望县府想其他的办法来改善。它改不改而已啊，因为这个香海打掉到10公分的话哦，就可以下降嘛。那么不要铺大理石，用水泥铺上去，这个下降10公分了。那么旁边这个的住家这边再提高到5公分的话哦。这样是大概就是很平衡的啦。我觉得骑起来不是很舒服，如果下雨天也许会打滑。县府强调讲，已经委托台湾土木技术工会做评估甲调查，嘛设立过时的牌仔，限制车速，还佫会当入汽车的种类。按算初九开始，会撤离各路口的路障，因为还未完成验收，嘛有部分的路段未开放，请民众都要配合管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东海岸最近有4座经过设计的公车站，有无同款的造型，民众慢慢吹风拍日落，咱做伙来看卖。最近伫东海岸成功镇的公车出现真古锥的年柑水果造型公车亭，民众坐伫内底感觉真特别，而且唔免阁忍受风吹日晒，等车无方便。很舒服，可以挡太阳。这座年柑公车亭就伫成功镇美山部落，当地拄好年柑大出，附近的民众讲，这座公车亭已经变作是游客翕相的新景点。到来去照相。高路南往成功镇的南边行，也有一位往来公车亭，也是配合当地大出的这个往来所做的公车亭。发起兴建公车亭的成功镇民代表郭阿明讲，因为当地民众请求需要公车亭，所以特别写计划，向原民会甲县政府争取经费，家己设计省设计费。搁请部落族人做伙施工，今年已经完成一座原住民工寮造型的公车亭，也甲3座依照各地部落生产的农特产造型公车亭。除了解决民众单车不方便，也希望带动观光。他们这边等车，有时候为了要躲雨，说会到隔壁的一个商店那边躲雨，可是当公车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走过来这边。台东县有超过1000个公车站牌，不过敢若50外个有候车亭，偏向阁特别少。县政府表示已经争取到花东基金，计划3年内伫全县各地新起更较侪兼有单车加观光的现代化候车亭。郭亚明也表示，会持续向原民会争取经费，阁帮助东海岸部落兴建有部落特色的公车亭。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受到疫情影响真侪大型的灯会拢取消。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南投的一出公所是利用灯光加彩色棚空打造成一条真美丽金色棚空，民众赛车经过会使来享受过年的气氛，嘛会使看到一寡造型真特别的歌灯。请启动。15火灯光闪闪烁烁。将暗时的车路装塔甲光莹莹，这是南投县集集镇的青色棚空。灯光所利用灯光打造一条金色棚空。绿色隧道变成所谓的黄金隧道，真的非常的漂亮。然后今天看到我们的乡民这么的热烈这么高兴又期待，复刻当初县长这样镇长时候的这种经典的黄金隧道，垂坠型的灯饰包括我们枫叶型的灯饰，我们星星型的灯饰，我们鲜花型的灯饰，以及这个电脑的帕灯呈现各种不同的颜色。公所利用过去捌做过金色棚空的计划，结合各种无同款的新的灯光设计，重新搁再加入彩色棚空的路段，呈现出历史英国的美丽夜景，那互居民真怀念。配合着边仔集集线的列车，嘛会当吸引到真侪外地游客行脚到来欣赏美景。20年没有这种感觉了我们田寮爱寮从921地震以后，已经没有这么多居民，大家凝聚一起的时候，我实在是非常的开心。经过镇长的用心努力，还有团队的规划，那么就把绿色隧道
这个灯光布置啊，给公司500万的经费来规划布置这条历史隧道。这条金色磅空一路串联到直接灯会会场，让民众免落车，都有通好欣赏规路的灯光，欢喜享受过年过节看灯会气氛，也通好兼顾防疫。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婚姻土库的老人活动中心，最近安排主持的课程，老大人甲家己的手路菜提出来互相交流。老师嘛教因讲是要安怎煮了好食，佮食了健康。甲菜切甲真油，佮放入起鼎内底炒，看起来是真好食款。这是婚姻土库镇的第一路林学习中心，这摆课程是要教大家安怎煮较健康。所以油佮有盐，拢是经过控制。课程呢，就是煮一个能够帮助老人防失智跟降低血压、血糖的简单的多谷那个蔬菜饭。然后我们就告诉他，我们平常如果料理的时候呢，就尽量的注意煮自己合味的，少油、少盐、少糖。除了煮健康，把传统的料理保存落来，也是这节课的重点之一。老大人提出家己的真功夫，让大家拢会使食到上在地的手路菜，大家互相斗相共，气氛是真热烈。这个做法即摆少年的煞唔知影，唔知影咱的课程咱几啊当前都拢有这个课程啦。这主要就是讲，互这时代因过去会晓煮的物件，即摆佫传落这少年，所以传统美食的传承重要的所在是这代。嘿，安尼大家安尼分工合作安尼足熟悉的安尼。你教我学啥？有啊，学着老师的撇步。感觉真热热。安怎讲？足热热的，当从安尼，大家公家咧煮足热热的安尼。老大人煮饭的时，常常为着好菜较香，就加真侪调味料。希望透过这节课，互因学着安怎煮，才会当兼顾好味又健康，保持身体勇健。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南投的林管处送一批茶壳，予南投县信义乡的9米国小帮助学校甲一间帮农作传统的石帮厝重新来整理，予这间石帮厝会使来乘做正式教室。教学生来认捌帮农作正特殊的建筑文化。信义乡9米国小内有一间教学用的布农族石帮厝，原地是并无壁倒，因为有林务局南投林管处和代代实验林管处的热心关注甲帮赞，即马通用茶壳来打造厝壁。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说，这一间我们的凉亭呢，可以变成一个室内的教室。我们课程的理念就是要保存我们的文化，保存我们的物种。9米国小师生和林管处的工作人员，大家做伙甲处理好的茶壳，一块一块为车道摸落来，传过每一人的手字，送到石帮厝，将伊搭起来，成做杂风的壁道。他们很想要恢复以往的那个家屋的感觉，也就是用我们的椴木。小节的椴木呢，来制作他们的墙壁。那我感觉这个还蛮有创意的因为以前都是用木板在钉它的墙面，那用椴木的还是我第一次碰到。那未来呢，我们还会有想要推小米的富裕、木工技艺的训练班，还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农艺的加工品的班。那希望呢，对于信义乡，不管是布农族也好，族族也好。对于他们的文化传承，对于他们的创新，对于他们的通路，我们都希望能够尽一份心力。按照布农族的传统，厝内火若火起，查甫人厝啊拍蜡都会出代志，所以火永远就爱倒咧。为着维护传统，校方希望把四边厝壁扎起来，确保厝内火袂火起。只也因为有2大林管处斗相共，互这站文化建筑的保存是更高意义。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白河到东山有一条清朝时代古道，是迄当时白河的批文师有着在下火上破佛祖倒去东山的山路，后来正做是迎迎佛祖的路，是当下历史文化嘛，红选做是固定的民俗。后边访我嘛，甲当地各校合作，带当地学生囡仔做伙去行这条古道，互因来了解过去的这段历史。各学生沿这座乡路古道，行入去环境危险的青山那内。这条就是当初时碧云寺的和尚破不上道南的路。今摆因和在地各小合作，办这个走访故乡路的活动，带囡仔行古道，就是希望互因了解这段历史。然后咱这个文化部
来甲选定做国定民俗，有伊真大意义。最主要要互大家感念讲，咱的先人一路行来的辛苦，后代子孙唔通甲放袂记。清朝时代，辟云寺拄当任好合过役，回乡透媒抱观音佛祖逃走，来中起辟天寺来采这身新名。这条故乡路有10公里长，无好行打。这届就先规划3公里到4公里长，让学生实际来行。因计生也通体会，主动时先人迫不上岛南，千万般艰难的苦境。觉得今天走乡路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文化的传承，让我们亲自感受在地的体验，觉得意义非凡。虽然很累，但是可以体会到普卓玛跟那个走乡路的由来与古人的精神，觉得十分收获良多。这唔让囡仔追思先人的辛苦，也重新把这段有文化意义的过去扣回来咱的台湾史当中。记者综合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7度；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6度；华东地区上低12度，上悬2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